手最美的家和我风来是，这个白松松来了，现在没有名气的，还是你手最个名气美的家，不单单会得吃，外加还会得自家动手食。那么今朝呢节目里向呢，为你观众介绍的特色菜时令菜。不过最近一想了，这个老伯伯得什么看见的？你落得起呢？告诉大家，你的6子女民生在线国庆特别节目，手最小吃7月6，忙得了不一笼，而且不是你一个子了忙，你为得你配备一个美女，各位美女大家对里还分马三个。大家好，国庆节到这，那么利用这个7天线上搞出来追追看看，蛮开心的。我现在就是辣浪在搭平江路浪向，带大家一道来追追看看。那今朝呢，不是我一搞头来白相，今朝你要请一位你收这个美食家，后来是又来哎呦，你好，有，哎，今朝有排队噻。排队。我电视里看到啊，你平常吴宇新主播个冠军啊，恭喜啊！谢。后来是，我电视里还是在看你。是啦。你那个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咸菜。对个。晒得好看得不得了。是。那么今朝也要带我去看人家晒咸菜，不是。啊。今朝的呢，因为最近2年中秋节啊。吃得动都特结棍子。对。那么你空的辰光呢，带你给他的大家乡呢，来寻点手最最好吃的咸吃。哦，带我去寻咸吃。你也欢喜。原来是灵感。是因为你手最个大家乡了，既然有美丽的厨师，那么还有交关美丽的咸吃，那么你领着我，带你的观众朋友一道去哪里寻出来？好个。啊，我你开始。对。是红娘。门首来往。苏州小吃种类繁多，藏在深巷难以捉摸。如今请来高手点播，一样一样给您来说。老韩小路是走街串巷，第一站来到了平花桥头。这里最出名的小吃是哪一样呢？今朝的呢，我来介绍一只山麻。那么这个山麻呢，里有2只品种，一只是糯米山麻。一只是鲜肉山麻。那么糯米山麻的过去辰光是7瓣，现在要7哈。过去辰光纯是糯米，现在呢糯米里向包肉末，包香菇。一道看似普通的糯米烧麦，因为融入了香菇的香、猪肉的鲜，立刻就变得滋味无穷。不仅如此，如花烧麦之所以出名，最大的奥秘就在于烧麦的皮子。现在呢，地都让勾山麻的皮子。个山麻皮子。我拿勾出来像后面边上有花边。对。那么这个里向有讲究的。每一张皮子呢，应该有24个盖。这24个盖呢，就说明有手指这个我们1年有24个节气。用24个褶子来代表24个节气。这个烧麦的文化内涵真是不同凡响。除了馅料里面有味道，皮子上面有门道，如花烧麦的外架子也同样呱呱叫。当中是美人叶，头上多一只花，身上一个顶肉的一个鳝鱼。这样非常漂亮。讲。这里一个山麻叫水花山麻。就像花上一种。顾名思义，像花这样一种。对。漂亮不漂亮，自己做来看。陆艳华决心亲自尝试一下。拿手多少？对，洗。要转。转。咱们那个花边出不来哇。出得来过。要过来个。来个妹啊！你刚刚第一次，这么好蛮好嘞。好有，
神肉给人老爷这个。哎，没有。哎呀，到得来是到自己的背面去呢。应该呢1年4个节，那么我现在弄不明白了还是我一个叫。现在你在这9个里头结束了。我也有。哎。现在不管几个褶了，烧麦进笼开蒸。刚才西中山嘛是7分钟到8分钟。哦。那么你蒸得够分辰光上也塌塌。然后你如果是蒸的辰光够呢，里向2、3分钟。对。就是过去辰光有句话叫3分做台7分笼了。过去辰光做点心呢，2个师傅相当要紧，也可以说大师傅。一个呢叫做台郎师傅，就是专门做的；一个呢叫笼郎师傅，就是你做好之后的，你拿着去蒸，拿着去煎，这个叫笼郎。那么你到行家呢有一句闲话，叫3分做台7分笼郎。那么遇到一只故事，过去辰光呢，搿笼郎师傅呢，大家做台师傅难买的。你做台师傅再能做得好，你笼郎向上那个稍微一点加上，让你蒸一蒸够，那么这搿只点心饭就是。当然，这种夹生馒头的事情现在是很少发生了。不一会儿，我们的烧麦就出了笼，香喷喷、热腾腾，让人口水哒哒地。正准备下筷的时候，老韩又有了新花样，说要来点醋。第一只吃呢，吃那个牛汁牛皮，那么呢，现在第2只吃呢，可以再醋啊。一个是帮助消化，另外一个还增加食欲。哎，这个呢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吃3毛再醋的。哎，对。你看，这烧麦都快和大闸蟹一个待遇了，还要香醋来伺候。老韩告诉我们，这苏州的烧麦不仅老百姓爱吃，就连外国的元首也是青睐有加。年轻人喜好侬可千万到苏州来，等于也点吃苏州的山，搿山嘛，而且也吃些点心。喜好侬可听往是我晓得个，还是个美食家呀。对个。但你中国来到该海的吃。你要是说上些各个省市才最的。对。哈个么子也吃得多着，但是你现在苏州些点心对不好，所以在苏州外地呢，也做个3毛不离吃。老韩对烧麦研究的够深，但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办法回答，那就是烧麦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我们只能请来无文化专家叶正廷老师。那么3毛嘛，就是一面做，一面忙，一面吃，就3毛，一面来生，一面来忙，一面来吃，就3毛。哎。弄明白了烧麦的得名，这期的节目也到此结束。民生在线记者报道。苏州美食家何我峰老师，这个白松松来了，现在蛮有名气的啊，还是你苏州的名记美食家，不单单会得吃，外加还会得自家动手烧。那么今朝呢节目里向呢，为你观众介绍点特色菜、时令菜。不过最近一想了，这个老伯伯但是不看见的，你落得去呢？告诉大家，你的6周年民生在线国庆特别节目，苏州小吃7月6，忙得了不一笼，而且不是你一个子了忙，你为大家配备一个美女，各位美女大家对里还分马上个。大家好，国庆节到这，那么利用这个7天线上搞出来追追看看，蛮开心的。我现在就是在浪街搭滨江路浪向，带大家一道来追追看看。那今朝呢，不是我一搞头来白相，今朝你要请一位你苏州的美食家侯老师，侯老师。哎呦，你好，有，侯老师。今朝有排队噻。排队。我电视里看到啊，你平常吴宇新主播个冠军啊，恭喜啊！谢。侯老师，我电视里还是在看你。是啦。你来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山菜。对个。晒得海口得不得了。是。那么今朝也要带我去看人家晒山菜，还是？不是。啊。今朝的呢，因为最近2年中秋节啊，吃得动就特结棍子。对。那么你空的辰光呢，带你给他的大家乡呢，来寻点苏州最好吃的山吃。带我去寻山吃。你欢喜。我来是灵感。因为你苏州有大家乡了，既然有美丽的熟食，那么还有交关美丽的山吃。
那么拿林子我把你的观众朋友一台一台去哪里寻出来？好个啊，我你开始。对。石红娘啊，门首来往。苏州小吃种类繁多，藏在深巷难以捉摸。如今请来高手点播，一样一样给您来说。老韩小路是走街串巷，第一站来到了平花桥头。等夜，头上多一枝花，身上一个顶绕了一个扇子。哦，有这样子的。这样来得漂亮。讲。这里一个山嘛叫徐家山嘛。就像花上一。顾名思义，像花这样一种。对。漂亮不漂亮，自己做来看。陆艳华决心亲自尝试一下。拿手好像。对，洗。哦。要转。哦，转。咱们那个花边出不来哇。出得来过。要过来个。来个妹啊！你刚刚第一次那个。这么好蛮好嘞。这神要给人家老爷这个。妹啊！到这来知道自己的背没可能。应该呢要24个字。哎呀，那么我现在咋弄不明白了还做一个叫。现在你在这9个里头结束了。现在不管几个褶了，烧麦进笼开蒸。刚才西肉山嘛是7分钟到8分钟。那么你蒸的过程辰光长也太长。然后你如果说蒸的辰光够呢，里向20分钟。对。就是过去辰光有句话叫3分做台7分弄了。过去辰光做点心呢，2个师傅相当严谨，也可以说大师傅。一个呢叫做台郎师傅，就是专门做的；一个呢叫弄郎师傅，就是你做好之后的，你拿着去蒸，拿着去煎，这个叫弄郎。那么李东行家呢有句闲话叫3分做台7分弄郎。那么遇到一只故事，过去辰光呢，个弄郎师傅呢，那个做台师傅难买的。你做台师傅再能做得好，你弄郎向他那个稍微一点加上，让你蒸一蒸够，那么这个只点心饭就是。当然，这种夹生馒头的事情现在是很少发生了。不一会儿，我们的烧麦就出了笼，香喷喷、热腾腾，让人口水哒哒地。正准备下筷的时候，老韩又有了新花样，说要来点醋。第一只吃呢，吃了一个牛汁牛皮，那么呢，现在第2只吃呢，可以再醋。一个是帮助消化，另外一个也增加食欲。这个单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吃3毛再醋的。对。你看这烧麦都快和大闸蟹一个待遇了，还要香醋来伺候。老韩告诉我们，这苏州的烧麦不仅老百姓爱吃，这里最出名的小吃是哪一样呢？今朝的呢，我来介绍一只山麦。那么这个山麦呢，里有2只品种，一只是糯米山麦，一只是鲜肉山麦。那么糯米山麦的过去辰光是吃白，现在也吃黑。过去辰光纯是糯米，现在糯米里向包肉末，包香菇。一道看似普通的糯米烧麦，因为融入了香菇的香、猪肉的鲜，立刻就变得滋味无穷。不仅如此，如花烧麦之所以出名，最大的奥秘就在于烧麦的皮子。现在呢，你都让勾山麦的皮子。这个山麦皮子。我拿勾出来像后面边上有花皮。对。那么这个里向有讲究的。每一张皮子呢，应该有24个盖。这24个盖呢，就说明有甚至这个我们1年有24个节气。用24个褶子来代表24个节气，这个烧麦的文化内涵真是不同凡响。除了馅料里面有味道，皮子上面有门道，如花烧麦的外架子也同样呱呱叫。当中是麦子。给您来说，老韩小路是走街串巷，第一站来到了平花桥头。这里最出名的小吃是哪一样呢？今朝的呢，我来介绍一只山麦。那么这个山麦呢，里有2只品种，一只是糯米山麦，一只是鲜肉山麦。那么糯米山麦的过去辰光是吃白，现在也吃黑。过去辰光纯是糯米，现在糯米里向包肉末，包香菇。
道看似普通的糯米烧麦，因为融入了香菇的香、猪肉的鲜，立刻就变得滋味无穷。不仅如此，如花烧麦之所以出名，最大的奥秘就在于烧麦的皮子。现在呢，里头让狗三毛的皮子。哦，个三毛皮子。哎。我拿锅出来像红叶边上有花皮。哎，对。那么这个里向有讲究的。每一张皮子呢，应该有24个盖。哦。搿24个盖呢，来说明于送出我们一年有24个节气。用24个褶子来代表24个节气，这个烧麦的文化内涵真是不同凡响。苏州美食家何我峰老师，这个白松松来了，现在蛮有名气的啊，还是你苏州的名记美食家，不单单会得吃，外加还会得自家动手食。那么今朝呢节目里向呢，为你观众介绍点特色菜、时令菜。不过最近一想了，这个老伯伯得什么看见的？你落得去呢？告诉大家，你的6周年民生在线国庆特别节目《苏州小吃7月6》，忙得了不亦乐乎，而且不是你一个子了忙，你为得你配备一个美女，各位美女大家对你还分马上个。大家好，国庆节到这，那么利用这个7天线上讲出来追追看看，蛮开心的。我现在就是在浪山搭平江路浪向，带大家一道来追追看看。那今朝呢，不是我一家头来白相，今朝你要请一位你苏州的美食家侯老师，侯老师。哎呦，你好，有，侯老师。哎，今朝有排队噻。排队。我电视里看到啊，你平常吴宇新主播的冠军啊，恭喜啊！谢。侯老师，我电视里还是在看你。啊是啦。你那个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小菜。对个。晒得海口都不得了。啊是。那么今朝也要带我去看人家晒小菜，为什么？不是。啊。今朝的呢，因为最近2日。中秋节啊，吃得动都特结棍子。对。那么你空的辰光呢，带你给他的大家乡呢，来寻点苏州最好吃的小吃。哦，带我去寻小吃。哎，那欢喜。我来是灵感。是啊。因为你苏州有大家乡了，既然有美丽的熟食，那么还有交关美丽的小吃，那么你领着我，带你的观众朋友一道去哪里寻出来？好个。啊，我你开始。对。山红娘啊。门首来往。苏州小吃种类繁多，藏在深巷难以捉摸。如今请来高手点播，一样给迈进笼开蒸。该讲就鲜肉山嘛，是7分钟到8分钟。哦。哎，那么你蒸得够辰光上也太然后你如果说蒸的辰光对那里向2、3分钟。对。就是过去辰光有句话叫3分做台7分笼了。过去辰光做点心呢，2个师傅相当要紧，也可以说大师傅。一个呢叫做台郎师傅，就是专门做的；一个呢叫笼郎师傅，就是你做好之后的，你拿着去蒸，拿着去煎，这个叫笼郎。那么你到行家呢有一句闲话，叫3分做台7分笼郎。那么遇到一只故事，过去辰光呢，搿笼郎师傅呢，那个做台师傅难买的。你做台师傅再能做得好，你笼廊向的那个稍微一点加上，让你蒸一蒸够，那么这搿只点心饭就是。当然，这种夹生馒头的事情现在是很少发生了。不一会儿，我们的烧麦就出了笼，香喷喷、热腾腾，让人口水哒哒地。正准备下筷的时候，老韩又有了新花样，说要来点醋。第一只吃呢，吃了一个牛汁牛皮，那么呢，现在第2只吃呢，可以再醋啊。一个是帮助消化，另外一个还增加食欲。个单我会。除了馅料里面有味道，皮子上面有门道，如花烧麦的外架子也同样呱呱叫。当中是美人叶，头上多一只花，实际上一个顶顶肉的一个鳝鱼。哦，有这样子的。实际上非常漂亮。讲。所以那个山嘛叫水果山嘛。实际上花上一。顾名思义，像花这样一种。对。
漂亮不漂亮自己做来看。陆艳华决心亲自尝试一下。拿手搞下。对，洗要洗，要洗。哦。要转。哦，转。咱们那个火杯出不来哇。出得来过。要。哦，要不来个。来个妹啊！你刚刚第一次他个。这么好蛮好嘞。哦哟。这个真要给人家老爷这个。哎，妹啊！哦呀，到这来是到自己到背面去呢。应该呢也24个字。哎呀，那么我现在咋弄不明白了还是几个字？现在你在这9个里头结束了。我也有。哎。现在不管几个褶了，烧